农历3月15是保生大帝圣诞，树顶行政宫特别举办一系列祝寿活动。东港上午由大仙社师傅启建消灾祈福法会，并予信众登记书文祈福。暗时即是邀请各有宫交背景前来插足。主事一到，由董事会带领楼下信众一同为保生大帝祝寿。3月15号是今仔日啦吼。是咱迄个保生大帝吼，圣诞千秋吼，咱庙内有足济活动啦吼，包括咱今仔日有请迄个非常高讲的迄个道长来甲咱做一个成就吼，祈求咱国泰民安，祈求咱所有的信众吼会当一切顺利平安吼。另外吼咱即个工作的即个圣诞千秋啦吼，伫这一个月吼，咱即个庙前啦吼。有连续一个月的迄个做布袋戏、歌戏，包括迄个做大戏吼，即个秀琴歌剧团非常有名的秀琴歌剧团啦吼，拢伫遮咧演出啦吼，互咱遮的观众来欣赏，祝福咱即个保生大帝即个圣诞千秋啦吼。伫保生大帝祝寿期间，庙方特别邀请秀琴歌剧团前来公演。因为过去演出受到信众欢迎，社新桥领馆的消息一公告就马上就爆满，所以这场演出会为月初一直演到月底，凌晨共欢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